特首，完全係兩碼子事幹。而家我哋嗰啲佢可以有資格參選呢一個立法會，我哋嘅建議就係完全係民選選出嘅，裏邊係冇委任議員，乜嘢都冇嘅。呢個係回應咗2005年余若薇議員同埋其他議員否決嘅最主要嘅原因嘅。而家呢啲佢有300多萬嘅選民嘅基礎嘅，呢個係最重要明白到呢樣嘢。你唔好睇少呢批人，佢哋所代表嘅團體，佢代表嘅人數，往往如果計數字嚟睇，唔會少得過而家我哋區域直選嘅立法會議員嘅。好啦，跟住係最後一個回合嘅答問啦。咁呢個回合咧係請阿曾特首問問題。我亦都想探討下余議員你就講咧話要可以我哋要取消功能議席。頭先咧我因為冇時間同你再爭論呢樣嘢。好啦，而家我好想你可以話俾我聽，你點樣能夠喺2012年呢一個今次我哋呢一回合裏邊呢一次選舉制度，點樣能夠將你個冇功能議席嘅方案解釋俾香港人聽？仲有最重要就係點樣能夠說服我哋立法會議員攞40票贊成票咧？特首，我好高興你唔識做，問我點樣做。其實頭先我都提咗 Alfred 嘅問題啦。根本而家個功能組別咧，有好多嘢其實你係本地立法可以做，你冇做過啊！你可以取消公司票，你可以取消團體票，你可以合併一啲人數少嘅一啲議席，你可以有一啲議席咧，你可以擴大嘅選民嘅人數，你可以仲有啊，你表示誠意，你可以取消委任區議員啦。呢樣嘢講咗幾耐啊？60%嘅市民支持，你堅持每次要委任足102個議員，我知你實係話佢哋好有貢獻嘅，佢又好有貢獻，咪佢哋自己去選咯，唔使你同我哋揀啦。但係咧，你就死都要攆住呢個權力，點啊？愛嚟威脅我哋咯。你話你唔支持呢個方案，我就唔會取消委任區議員。你話呢啲咁嘅手段咪好卑鄙咧，特首？跟進。所以你冇咗答到咗最主要嘅問題，你究竟係點樣能夠可以將而家現時我哋所有功能議席取消佢，要說服立法會議員係通過你嘅方案呢？呢個係最重要嘅嘢嚟。你冇講到呢樣點樣做法，實清好清清楚楚。理論係多，實際上係做唔得到嘅。講就容易，做啊根本係做唔得到。最後就問題就係，當你講唔緊要啊。好似我哋唔見咗我哋香港人嘥咗1億5900萬去呢個補選，我相信我哋都嘥得起。但係你咁樣完全冇方案，你知道呢個嘢唔可行嘅樣嘢，攞唔到立法會支持嘅樣嘢，你要咁樣做嘅時候咧，香港嘥咗5年之後再嘥10年，我哋嘥唔起嘅。特首，我諗你唔記得咗啊！今日係你嚟說服香港人點解支持你個方案，點樣達至普選。你而家話俾我聽，你話喂，功能組別我都唔可以取消㗎啦。咁特首你可唔可以解俾香港人聽，點解你叫我哋增加多5個功能組別議席啊？咁係咪即係叫我哋打倒褪啊？好啦，咁經過四個回合嘅答問之後咧，咁我又幫大家計時啊。余若薇議員嘅剩翻嘅時間係1分47秒，曾特首你剩翻1分38秒。嗱，咁而家余若薇議員你可以一次過用盡嗰1分47秒。今日點解要有呢個辯論呢？特首呢係有個責任，係同大家市民解釋佢嘅政制方案，我哋點解支持，點解會達至普選。但係你聽嚟聽去呢，佢就今日嚟呢，就淨係抹黑我。佢話：你激進啊，你唔支持啊，你阻住個地球轉啊！喂，阻住個地球轉係你啊！你唔好忘記呢個係你嘅責任，你嘅選舉承諾啊！你拎個方案出嚟，市民唔支持，哦，你5年後又叮翻同樣個方案，然後你話嗱唔支持就冇㗎啦。喂，跟住我問你功能組別，你就話你咁叻，你去取消佢啊？咁你又叫我哋增加功能組別，呢個咪就係你嗰個離譜嘅地方咯，特首。我淨係問你區議員啊，唔該你一陣間答，點解委任區議員呢個真係冇乜可能？今時今日21世紀。仲喺度，特首你幫我哋委任102個區議員，你就揸住呢樣嘢咧，愛嚟攆我哋，然後你話你唔支持我呢個方案，我就唔會取消委任㗎。咁卑鄙嘅手段，你講俾我聽，點樣你表達你係做晒所有你應該做嘅嘢？你要有啲誠意俾香港人睇到，我哋真係有民主。你記唔記得你有講過句説話？你話民主到極端就係文革，所以我真係懷疑啊，你係咪真係支持民主？你係咪真係幫我哋香港人去爭取一個真真正正達去普選？我都話咗，你2012個方案，我冇所謂，我願意支持。但係你一定要承諾，最終我係得到係真嘅，
係一個民主普選，係冇功能組別嘅。你苦心自問啦，你對住香港人啦，你解俾佢哋聽，點解而家咁樣嘅功能組別，你可以忍咗咁多年，你係咪覺得呢樣嘢係啱嘅？好明顯，你係小圈子產生嘅特首，你就要呢啲小圈子嘅功能組別繼續保駕護航。曾特首，你剩翻1分38秒，你可以一次過發言，用盡剩下嘅時間。我一定要公平處理。今次2012年嘅方案同而家我哋嘅選舉制度，當然頭先我解釋咗係一個好進步嘅方案，比2005年即係余若薇議員同埋佢哋其他泛民係否決嘅方案呢，同而家我哋係有好大嘅分別嘅。最重要當其時咧，點解要反對個方案呢？佢話當其時咧，因為嗰啲民選係區議員選出嚟嘅裏邊咧，區議員有呢一個委任嘅區議員，所以今次我哋嘅方案裏邊咧講得好清清楚楚，係呢個區議員裏邊只係民選出嚟先有能夠參加呢一個互選做呢個立法會嘅將來嘅議員。咁嘅議會上係一個好明顯嘅進步，係同以前好唔同嘅。但係最重要一個背景係好唔同嘅，就係我哋2007年就我哋已經有一個好清楚嘅普選時間表。而家我哋個整個民主嘅背景已經好唔同啦，目標係好清楚嘅。余若薇議員成日都講係功能議席嘅問題，我明白到嘅，我亦都知道香港人係執着嘅。頭先我已經講得好清楚，亦都咧喬曉陽先生亦講得好清楚。我哋將來嘅功能議席，如果係而家嘅功能議席，任何嘅形式嘅功能議席，喺2020年我哋真係我哋去嗰陣時真係做咗普選嘅時候，我哋而家所有認識嘅功能議席都係一定係完成咗個歷史任務。我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原則嚟嘅，將來所有嘅議席都好，都要達到呢個普及平等呢啲最緊要嘅標準。將來細節我一定要傾，但係最重要就係，如果我哋2012方案過唔到嘅時候咧，根本都冇辦法傾，又冇咗互信，又冇咗溝通嘅渠道。好，我點樣做得到咧？多謝你特首，時間夠啦。咁啊，輪到最後總結啦。咁啊呢